啲可能係第一年，有啲就已經係第二年嚟參加我哋嘅中華文化新春啦。小朋友係咪長大咗啦？跟住咧，小朋友屋企你覺得佢有冇進步啊？有班到而家咧，睇住佢哋真係一日一日咁樣長大。除咗個身高之外咧，其實你見到小朋友真係叻咗好多。有時候佢傾偈嘅時候咧，你發覺小朋友佢哋裏邊咧都種咗好多嘢喎。呢個都學校有功勞，當然一定係由你哋嘅家庭俾佢哋嘅愛心，俾佢哋照顧，小朋友先成長得咁好。通常喺幼稚園去到呢個時間有啲緊張，不過記住呢樣嘢咧就唔好緊張到令佢哋都緊張咯，因為其實都覺得人生必經嘅階段咯。尤其是而家揀學校輕鬆咗好多啦，因為人口真係少咗，要揀嘅學校嘅種類係容易好多。以前好慕名嗰啲，哇好難先入到嘅，而家咧都可以試下。今日唔好講呢啲嘢，做乜講行業咧？係啦，咁小朋友咧其實真係今日咧翻新春啦，咁其實翻嚟玩嘅時候好開心啦，祝福要俾小朋友啦，佢有3樣嘢分享嘅。咁咧佢就話祝小朋友咧就人強馬壯，天馬行空，希望小朋友做咩都馬上做完。呢個係咪好好啊？係啦，即係希望小朋友咧會快啲搞掂佢啦。都祝我哋嘅家長咧真係龍馬精神啦，個個咧都係馬年行運同埋欣常在，恭祝大家。好味
約有3000年歷史。佢看似簡單，卻要用到槓桿原理，以便夾起食物。近年更衍生出公筷，讓大家分享食物時不忘注意衛生。中國社會重視家族團圓，喺飲食中亦可見得。初時，人們席地而坐，以食案為桌，一人一份用膳。自宋朝出現高腳桌椅，人們開始圍喺桌邊分享食物，為中國合食制開端。飲食文化喺大江南北各有不同，但都離唔開平衡同不時不食兩大原則。平衡呢5味調和，5味分別係酸、苦、甘、辛、鹹。不時不食係指煮食時選用時令食材。呢兩大原則不但令食物更美味，亦更健康。點解？因為冇麻豆咧，嗰啲糖夠軟熟又唔會拉嘅時候咧，又苦白色、甜白色老豆咧就講就和咯，因為好熱㗎嘛，好熱就放落個盆水度助咗和啊，再夾上咧，就知道嗰個糖一反翻轉頭，一齊嗰條嚟到，你就適合啦，就拎入去嗰個架度擺上去，發酵，就